来是国民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郭志温，伫个面册来破文章，讲伊方提名后的这几天，小连续互网军甲畏税甲攻击，所以伊提出的政见的头一条就是反霸凌。结果去互高雄市议员黄捷甲吐槽，讲高雄才是互韩国瑜的迷将霸凌的重灾区，哪拢无看到郭志温来声援高雄人咧？郭志温是真正亲身到黄捷的面册去留言，讲支持黄捷，讲做伙反霸凌。新闻发言就是柯志恩本人 ，OK。前牛仔裤白 T 恤加粉红色的小外套，脚踏白布鞋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一透早来到市东部，要来讨论选战的规划。针对前几天伫面册破文，讲家己互提名参选了后，都互网军无赖霸凌，讲市议员黄捷讲郭志温是去拄着芳寿。高雄就是被韩粉霸凌的重灾区，而柯志恩到现在因为自己遇到了，所以才出来替自己抱屈，我想为时已晚。也认为柯志恩并不是有心要平抚高雄人的伤口。针对黄捷批评无声援互韩国路迷将霸凌的高雄人，郭志温亲身到黄捷面册留话，讲支持黄捷做伙反霸凌。受访的时，佫讲真侪政治人物拢无这么侪时间。很多人对我的霸凌，然后或者是看到别的政治人物被霸凌，我们都感同身受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一做出不同的一个回应。郭志温要参选高雄市长，目前确定户口会刷入去新兴区的阿姑厝内，家己是伫高山区税厝，拢已经准备好势，要开始选战。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参加南马溪运动中心的动工典礼，访问到郭志温讲家己用霸凌，陈其迈另回应。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把市政工作做好啊。那市民最期待的也是说。市长能够2年拼4年。郭志温的选战布局已经开始展开，不过陈其迈这边又愿继续走市政行程，敢若剩较无5个月的时间。针对国民党郭志温的挑战，陈其迈要是继续拼市政，要来冲选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